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粵港澳大灣區研學旅行研究院創院院長卓大立，今年88歲啦。我哋研究院扎根香港，背靠祖國，面向世界，為各類朋友，特別是青少年學生，提供高質量嘅課堂外學習服務。今日我想誠心邀請大家加入我哋，成為共融文旅之友，一齊支持文旅平權，等弱勢社群都有機會感受文化、體育、旅遊嘅魅力。希望我哋同心同德，助力香港特區政府講好香港故事，讓世界睇到香港嘅活力同溫暖，為灣區研學，為香港文旅發展出一分力。多謝大家。